奇連士文可能係德國歷來最能夠演繹美麗足球嘅偉大球星。奇連士文喺1984年咧展開足球生涯，第一間效力嘅球會咧就係德國嘅史特加。咁曾經咧為呢支球隊咧贏過歐洲足協盃。咁之後咧佢勇闖意大利，效力國際米蘭3個球季，包括喺1989年啦贏得意大利嘅聯賽冠軍。90年奇連士文協助西德捧走世界盃，2年之後佢轉投法國摩納哥。咁到咗呢個階段，金色轟炸機已經成為世界上其中一位最受尊敬嘅偉大球星啦。經過咗3年喺蒙地卡羅較為平淡嘅生活啦，奇連士文決定尋找新挑戰。喺94年啦，佢令全世界都感到意外㗎。佢選擇加盟英格蘭嘅球會熱刺。英超聯嘅初期並唔係有好多嘅大牌外國球員啦肯去參與㗎。而且奇連士文啦，90年世界盃其中一位咧將英格蘭踢出局嘅西德球員。奇連士文話：佢喺電視上睇過英超嘅比賽，都感覺到好刺激。而對佢自己嚟講，去過意大利又去過法國，有機會嚟英格蘭踢波，咁當然係感到好特別啦。而佢選擇熱刺啦，就因為熱刺屬於歐洲一間有名嘅球會。Is still a big name in Europe. 喺奇連士文到埗之前呢，英格蘭嘅記者稱呼佢做插水王嘅。咁記者同熱刺嘅球迷呢，都對佢嘅能力抱有懷疑，咁同埋呢係懷有敵意嘅。咁但係一切呢都喺94至95年嘅球季改觀啦。呢位前鋒呢憑住出色嘅射門觸覺以及呢良好嘅態度，換得白鹿徑球迷嘅愛戴同埋尊重。咁當佢呢取得喺熱刺嘅第一個入波之後呢，佢以插水動作嚟到慶祝。奇連士文100%嘅付出，喺熱刺嘅頭6場波就入咗6球，咁而且贏盡熱刺球迷嘅心。喺呢一季佢更加累積入咗29球添。時至今日，佢仍然係白鹿徑球場最偉大嘅前鋒殺手之一。但係喺呢一屆當選英格蘭足球先生嘅奇連士文呢，又決定重返德國喎。呢個咧係相當之難嘅決定，因為咧熱刺嘅球迷咧對佢實在係太好啦，永遠咧都唔會忘記咧球迷對佢自己咧所做嘅一切。臨走前呢，一定要話俾所有嘅熱刺球迷知道，熱刺嘅球迷係最正嘅。奇連士文返到德國，喺拜仁慕尼黑再度過咗2個成功嘅球季，包括贏到96年嘅歐洲足協盃。如果唔係奇連士文喺呢一屆嘅歐洲足協盃能夠個人獨取15個入球，咁相信拜仁喺呢個球季真係2手空空，1個錦標都攞唔到啊！奇連士文同時咧喺國內嘅聯賽咧射入16球，咁但係拜仁咧最終都係屈居聯賽嘅次席。嚟到呢個階段，金色轟炸機已經成為國際球壇嘅超級巨星啦。喺國家隊嘅貢獻方面，奇連士文呢亦都係100%付出㗎，贏過所有嘅大賽錦標，絕對係德國嘅經典球員。奇連士文一共出席過3屆世界盃，包括90年替西德奪取冠軍。4年之後，奇連士文以5個入球贏到世界盃金靴獎，亦都即係世界盃嘅神射手啊！經過咗多年之後，奇連士文先至真正感覺到當日替西德擊敗阿根廷贏得90年世界盃，德國3奪世界盃係幾咁重要。奇連士文自己話：如果你有機會贏到呢隻獎盃，即係話你有份寫下歷史一頁。喺捧盃嘅一刻，可能未必即刻感覺到，咁但係幾年之後，你就會發覺到。時至今日，仍然有人談論話佢贏到世界盃嘅事蹟係一件幾咁開心同幾咁光榮嘅事。喺90年世界盃傷透英格蘭球迷嘅心，相隔6年，
德國隊喺溫布萊舉行嘅歐洲國家杯準決賽，再一次憑互射12碼踢走英格蘭。帶上隊長臂章，喺4強淘汰英格蘭，再喺決賽2-1反勝捷克。呢個球季出色嘅表現，令奇連士文成為世界足球先生嘅第2名，僅僅排喺韋亞之後。韋亞被譽為非洲足球史上最偉大嘅球員。歐洲國家杯之後，奇連士文曾經轉戰意大利嘅森多利亞，不過發展只係一般。所以喺97年12月，呢隻金色轟炸機又再次去到英格蘭重返熱刺。當日奇連士文離開咗一班好唔捨得佢嘅熱刺球迷，呢次佢喺季中翻到嚟，就帶領熱刺喺呢個失敗嘅球季之中逃過降班嘅厄運。呢季熱刺喺哥洛斯嘅領導之下表現差劣，奇連士文加盟之後又撞傷咗，球迷開始感到絕望。不過好彩，奇連士文趕及喺季尾復出，仲再次成為熱刺嘅英雄添。最後一場聯賽，熱刺必須擊敗溫布頓先可以確保留喺英超。結果奇連士文喺呢場波大發神威，90分鐘之內獨取4球，熱刺成功護級。奇連士文喺98世界盃德國隊出局之後結束球員生涯，連埋喺法國呢屆賽事所射入嘅3球波，奇連士文喺108場國際賽入面總共累積咗47個入球。而喺佢整個職業生涯裏邊，就一共射入咗超過400個波。奇連士文有能力將每一個機會轉化成為入球，佢真係可以話係一代球星。奇連士文嘅球員生涯已經結束啦，咁但係佢對德國足球嘅貢獻呢並未完結㗎。德國國家隊呢喺04年歐洲國家杯黯然出局，和拉請辭，德國足總決定委任奇連士文接掌帥印。喺獲委任為教練之後嘅第一個記者招待會上面呢，奇連士文話：對於能夠被委以重任係感覺到好開心，不過呢，佢亦都覺得好意外。佢個人當然覺得係好榮幸可以成為國家隊嘅教練，帶領國家隊出席06年嘅世界盃啦。咁尤其是呢一屆嘅世界盃仲係喺自己嘅國家舉行添。咁所以佢認為呢項任命令佢感到非常光榮。不過同時呢，佢亦都覺得係接受咗一個好大嘅挑戰，同埋一個相當艱巨嘅任務。確係一項挑戰，但係奇連士文以往亦都曾經證明過自己嘅實力。奇連士文絕對係足球嘅經典。